教會今年50年啊，一個禧年，特別安排咗7個嘅主題，講到關於禧年嘅事。我哋喺上一個月，我哋係準備每個月第一個主日，大部分時間都係用呢一個嘅系列，特別去思想嘅主題。上個月我哋開始第一次講到安息休息呢一件事，似乎咧要考驗大家嘅記性啦。每個月只係講一次，咁咧如果只係講一次，咁咧如果大家能夠1至到7都記得嘅話，哇，真係有獎啊！我諗要好難得嘅，因為特別關於禧年嘅主題，我哋安排7次，然之後再講一個聖經裏邊嘅。我哋2月開始第一次之後，我哋講咗約瑟呢幾次。今日我哋繼續嘅講到第2個主題，關於主權嘅問題。喺講呢一個主權嘅問題之前，同弟兄姊妹先溫習一下。我哋喺第1個嘅專題講到安息嘅事。如果大家記得喺利未記25章1至到13節呢一段嘅聖經，我喺2月嘅第1個主日已經同弟兄姊妹分享過。呢一段嘅講到關於安息第49年，或者係話第5年，或者係話第50年呢一個關於安息嘅主題。咁咧我特別亦都同弟兄姊妹去思想過呢一段主題裏邊特別幾個嘅專題，關於乜嘢係安息日，乜嘢係安息年，乜嘢係禧年。咁以後出現咗呢個千禧年呢一個咁嘅名詞喺啟示錄裏邊。大概我只能夠好簡單嘅同弟兄姊妹，如果你記得喺一個禧年裏邊，我哋講到休息呢個主題，呢一段經文裏邊包括咗點樣，呢一段經文裏邊包括咗點樣尊神為大，亦都係一個宣告自由嘅機會。休養生息，大家記得連種地都要停止落嚟，讓大家休息，重新再開始。然之後我哋話經文提醒咗當時嘅以色列人，有一日要翻去自己嘅地方。呢一個係關於禧年，我哋曾經同弟兄姊妹學習過嘅一個嘅主題。今日我哋睇呢一段嘅經文嘅問題。嚟咗美國之後冇幾耐，聽到一個名詞叫做 backseat driver。乜嘢叫 backseat driver 呢？呢個名詞我以前喺香港揸車，名詞我以前喺香港揸車嘅時候未經歷過。香港揸車嘅人少，唔係好多人識揸車，所以我多數揸車主要係工地車其他啲人去，冇乜人有聲氣嘅。嚟咗美國之後，個個都識揸車啦，開始好啦，坐喺你側邊或者後邊嗰個人，咁開始唔知係冇安全感啊，定係技術比我更好啊？於是一路揸車，側邊或者後邊總會有人話快啲、慢啲、紅綠燈、轉彎。咁呢，我揸咗40幾年車40幾年車全家大細我教出嚟嘅。我係教車師傅嘛，梗係啦。你知仔女多數父母教㗎啦。咁教埋自己個太太，咁佢都有牌㗎啦。不過咁呢，於是我應該係好有經驗嘅噃。教到每一個人攞到執照啦，身份啦，開始好好啦，建立咗重新。咁咧，但係咧，每次揸車多多少少
唔係你只覺得得意喎，快啲慢啲，有人啊喺側邊，咁我梗係睇到有人啦，冇理由撞過去噶。紅燈啊，仲停仲猛，有啲有綠黃燈啊，快啲去，我都唔知。哇，真係我哋嘅 backseat driver 到底係我哋嘅 backseat driver 到底係你話好自然嘅反應啦。咁咧，如果側邊嗰個完全唔識嘅咧，冇人有出聲嘅喎。我有時車啲老人家去探訪咧，從來冇側邊佢喺度又要你快又等等嘅嘢，又覺得好得意。另外一樣嘢咧 ，GPS 出現咗之後咧，我唔中意用 GPS 嘅噃。咁咧，除非真係冇法子啦，所以咧，師母都知道我去探訪之前咧，我寧願準備好睇邊條街。咁咧，因為我唔中意 GPS 咧喺側邊喺度，你一行喺度又行前邊要 make 一個 U-turn， 一陣間又喺嗰度要走翻去，點解？咁咧有時真係唔識咧，咁啊梗係要靠佢啦，係咪啊？咁的確，我唔能夠否定 GPS 嘅貢獻嘅。的確有啲時候我真係由於黑咪掹都唔知去到邊特別去阿 Jeff 屋企啦，真係轉來轉去，我每次試過頭幾次自己以為自己得，結果真係唔得，轉來轉到尾，真係，但係當然都結果真係唔得，轉來轉到尾。真係，但係當然都揾到嘅，不過兜來兜去，諗起如果 GPS 又係好喎，又係得嘅喎。當我喺度諗下，我哋今日要思想嘅主題嘅時候，其實咁多年裏邊，我感覺到我同師母咧，經常都要去輔導一啲嘅婚姻有問題嘅弟兄姊妹。婚姻有問題嘅弟兄姊妹，大家拗頸。你估拗啲乜呢？拗埋啲唔係對錯嘅事，好少話對從錯嘅啫。到最後，即係邊個要聽邊個話，即係講到明啲啦咁咧，當然你話唔係我唔係應該咁樣至啱啊。當你覺得應該咁樣嘅時候，即係話你覺得咁樣至係啱。好啦，對方唔係幾跟住你呢一樣，於是就怒氣啦。咁咧結果幾跟住你呢一樣，於是就怒氣啦。咁咧結果好多時嘅鬧交都係爭緊邊個話事，邊個決定，講到最後邊個有主權。當我哋思想呢一個題目嘅時候，我又覺得可能係我哋生活裏邊同信仰點樣能夠連結起上嚟，即係話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當中，邊個有最高嘅主權？你梗係話梗係上帝啦，但係真正行得出嚟，可能未必係。我哋先睇下希連嘅第二個主題，講到主權。其實呢一段經文裏邊唔係講得好清楚，不過我哋試下從其中去睇下，當以色列人喺呢一個安靜休息等候嘅當中，摩西將律法寫咗出嚟。點解摩西將律法？我哋先講，我用咗創世記第一章嚟同弟兄姊妹去講下。創世記第一章，我哋大家記得整個宇宙天地萬物嘅創造。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你會記得一開始起初神創造天地，地係空虛混沌，大家都記得呢一段。然之後第三節好快就係話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然之後跟住落去第五節，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第六節，神話有水，就分開有水出嚟。然之後第八節，氣做天。然之後再繼續落去，一路落去，你發現每一次神嘅創造都係從神嘅話語作為開始。當然，當我去諗到神嘅主權嘅時候，我一開始諗呢一段好明顯嘅
就係我一開始諗呢一段好明顯嘅，就係上帝嘅說話，神嘅說話就係佢嘅絕對嘅主權。我哋相信我哋今日特別去信主嘅人啊，我哋每次去講到神嘅主權嘅時候嘅人啊，我哋每次去講到神嘅主權嘅時候，我哋好容易應該回到神嘅話語裏邊去睇佢嘅主權。你話神嘅主權點樣能夠喺我哋生命當中去應用出嚟呢？如果唔係因為有神嘅話語權喺邊度？所以今日我要同大家思想到關於律法嘅問題，關於神對我哋對整個宇宙講說話係佢嘅話語，亦都話佢賜俾從以色列人開始嘅律法喺呢一段經文裏邊。你可能真係從來都未去諗過，原來整個嘅宇宙喺神嘅話語當中就出現咗。你話裏邊由呢樣進化，由呢樣變，由咩黑洞，由乜嘢啊 Big Bang Theory， 即係嗱，我無論喺天文學上邊用啲乜嘢去思想關於整個宇宙地球嘅形成，但係從信仰嘅角度，你要記得聖經唔係一本科學嘅書啊！好多人一路睇下，個宇宙咁創造嘅咩？宇宙唔係大爆炸論去生出嚟。聖經係一個我哋對神嘅認知嘅書，所以佢無意同你去解釋乜嘢叫做大爆炸論，乜嘢叫做黑洞。佢意即係話俾你聽，整個嘅宇宙係因為神嘅權柄而出現。所以先知我哋睇見喺舊約聖經裏邊，好快話咗俾我哋聽好多好重要嘅說話。舊約聖經特別創世記唔係其中去追到上帝幾時要去創造呢一個嘅宇宙。我相信我喺系統神學裏邊如果有上主日學嘅，我曾經要解釋過上帝嘅能力，上帝嘅說話係乜嘢。先知好快嘅已經說話係乜嘢？先知好快嘅已經解釋咗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唯有我們神的話要永遠立定。整個宇宙萬物係建基喺神嘅話語，神賜俾我哋嘅說話當中，而唔聽神俾我哋嘅說話當中，而唔聽神嘅說話，結果係乜嘢呢？詩篇107篇。那些坐在黑暗死蔭裏嘅人，被困苦和鐵鏈捆鎖，係因為佢哋違背神嘅話語，藐視至高者嘅旨意。所以好明顯嘅，神嘅話語整個嘅信仰生命，同我哋對神主權嘅了解係完全唔能夠分開嘅。聖經從開始到結束，你記得啟示錄最後一卷書。喺創世記開始，神嘅話語去創造一切，神嘅權柄去彰顯。到啟示錄聖經嘅結束嘅時候，聖經裏邊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卡，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全能者。你睇下神嘅絕對嘅主，睇下神嘅絕對嘅主權。喺神嘅口裏邊講出嚟，呢個係我哋今日要思想整個嘅主題。申命記31章嘅開始嘅時候，即係我哋今日所讀嘅聖經前邊發生乜嘢事呢？摩西就嚟要死啦！摩西去告訴以色列眾人：我現在120歲，不能照常出入。好啦，於是呢，摩西對住所有嘅以色列人，第7節召咗約書亞嚟，話俾佢聽：你要剛強壯膽，因為你應許之地。呢一個係摩西嘅遺言。喺尼波山上邊，尼波山就係喺摩西遠望整個巴勒斯坦嘅平原。
如果你有機會可能去以色列旅遊，或者將要去嘅話，你將要上到呢一個嘅尼波山上，遠望上帝應許之地，去睇下摩西要離開呢個世界之前，佢對住所有嘅人去講出呢一段說話。臨最後對住呢一班以色列人，佢唔能夠入去啊嘛，因為上帝唔俾佢入去，佢只有交俾約書亞帶住以色列人去進入後邊我哋今日讀嘅聖經。所以我哋知道呢個背景係喺摩西臨離開世界之前去講嘅呢一段嘅說話，呢個係尼波山上嘅記號。摩西將呢個律法寫出嚟，交俾抬耶和華約櫃嘅祭司利未子孫同埋以色列嘅眾長老。摩西將律法寫出，我相信我哋從整個嘅五經呢個律法書裏邊，我哋大概知道整個嘅過程，知道摩西人出埃及之後點樣嚟到西乃山。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呢一個印象。喺西乃山上邊，大家記得神點樣將十誡俾佢。出埃及記31章，耶和華喺西乃山同摩西講說話，就將兩塊法板交給他，是用神指頭寫嘅石板。神嘅指頭寫出嚟，哇！到底係點？我唔知你有冇印象神嘅指頭？你有睇過？我幾十年前睇過出舊戲，摩西前睇過出舊戲，摩西嘅故事啊！哇！我仲記得喺香港講到嗰個摩西喺山上邊，哇！嗰啲景象好犀利，摩西周圍嘅大風、狂風大作，哇！周圍嘅嗰啲嘅景物，哇！真係轟然。嗰啲睇住喺個天空度啲火，一聲，哇！打落去石板度，於是一行一行咁寫出嚟，好 dramatic， 係好戲劇化。當時神係咪咁樣將十誡去寫出嚟？呢一段嘅故事，大家應該有印象啊，比較深刻，而且比較好戲劇化。我哋大概會有多少印象？但係大家記得神寫嘅呢個十誡，摩西帶住落山之後發生咩事？大家記得啊？讀主日學你應該記得嘛？下邊啲人都拜緊金牛犢，記得啊？讀主日學你應該記得嘛？下邊啲人都拜緊金牛犢，摩西把幾火咪成個石板摔掉落去，哇！做戲友啊！我仲記得好似係查爾登希士頓做，哇！幾威猛，真係攞住塊石板，一掉落去碎晒。咦，冇咗，會再整過嘅喎，大家記得啊！所以法版以後就放喺約櫃裏邊啊，等等好多嘅古仔。但係我好相信，無論你話，咁到底係律法書係上帝寫嘅定係摩西寫嘅，有乜所謂啊？如果上帝有絕對嘅主權嘅說話，而只不過十誡比較聖經好具體嘅明顯嘅講出，係神用佢嘅指頭寫出嚟嘅。咁我哋相信整卷嘅律法書五經，你睇下後邊好多嘅以色列人嘅律法，如果摩西將佢寫出嚟，一啲都唔覺得出奇，亦都等於上帝嘅說話。所以好簡單，呢度話咗俾我哋聽，神將律法寫咗出嚟，呢個律法書呢個摩西嘅古仔。但係呢一個嘅律法喺以後先知嘅解釋裏邊，我相信先知都明白個約櫃冇幾耐之後嘅法版已經過去，而摩西寫出嚟嘅律法，如果你睇下利未記、申命記裏邊好多嘅律法，除咗嗰個十誡之外，大家記得除咗唔好成日仲有好多嘅律法喺我哋舊約嘅五經嘅當中，好多好詳細。關於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倫理、我哋點樣對人等等，冚唪唥都寫晒出嚟。整個猶太民族
嘅背景，佢哋嘅律法係同背景，佢哋嘅律法係同信仰唔能夠分開。如果大家記得今日咧，我哋人咧信仰可以同我哋嘅法律可以分開。今日法律話你可以食大麻，但係信仰冇話過俾你聽，你可以做一啲咁嘅事。律法同我哋嘅信仰已經分開咗啦。如果大家知道法律，今日嘅法律可以話兩個男人結婚可以，但係聖經裏邊卻係特別講到神嘅責備。對古代猶太人嚟講，先知嘅說話佢哋好清楚知道。耶和華那些日子之後，我要以色列家所立嘅約，我要將個律法放在佢哋，寫喺佢哋嘅心上。神嘅律法放喺呢一班，今日亦都喺我哋嘅身上。縱然法律今日我哋話律法唔係叫做律法，叫做法律。其實律法法律嘅意義一樣啦。法律容許，但係喺我哋對神嘅與神嘅關係裏邊，你要知道神嘅話語，只係有絕對嘅主權。第二，摩西吩咐佢哋每7年嘅最後一年豁免年住棚節嘅時候，即係第7年嘅住棚節，以色列人嚟到耶和華你神揀選嘅地方，你就要喺以色列人眾人面前將呢個律法念給他們聽。你睇下每7年喺住棚節嘅日子，每7年係乜嘢呢？申命記15章每7年活1年，爭人啲欠債可以免咗去嘅。咁你話哇，咁搞法，我第6年至借到，有咁多借咁多，第7年免晒。我唔知真正點樣實行啊。咁即係你話我哋教會又好，就係每第7年有豁免，咁都幾好啊。第6年全部向隔籬借，咁借完之後第7年免晒。以色列人佢真係咁樣去跟住去做。咁而喺第7年嘅當中嘅7月15號係住棚節嚟嘅。如果睇下佢嘅日子，7月15日係住棚節，7月15日係住棚節。利未記23章裏邊，佢哋守節7日，第1日有聖會，乜嘢都唔做，7日之內要獻祭，第8日又係聖會，叫做嚴肅會。你睇下好呢一段嘅期間，當然聖經裏邊好多好着重我哋要休息，但係休息嘅當中，聖經卻係不斷提醒我哋喺呢一個休息嘅時候要獻祭俾神嘅，係嚴肅嘅，係安靜嘅，去思想，係嚴肅嘅，係安靜嘅，去思想神嘅。所以當我哋講到主權嘅時候，我哋要重新再反省，到底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邊個喺我哋生命當中作主？係我哋自己啊，定係我哋所相信嘅神？好明顯呢一個嘅住棚節特別着重。原來猶太人每年嘅7月初1，大家睇下利未記23章7月初1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呢一個叫做吹角節。7月嘅初1，佢哋有幾個節期同我哋唔一樣。7月初1就係吹角節。呢一樣亦都係要乜嘢工都唔做，要獻祭。然之後7月初10係贖罪日。睇下喺7月初10就係贖罪日。然之後7月15就係住棚節。我哋啱啱講咗住棚節喺猶太人嘅歷史當中係3大節期。無論呢一個住棚節，無論七七節、逾越節，大家記得呢幾個節期好緊要。每一個嘅節期讓佢哋紀念上帝喺佢哋民族，喺佢哋歷史當中，甚至個人裏邊。所以呢一個嘅住棚節，其實住棚節後來係一個歡喜快樂嘅日子，亦都係一個收藏節，稱為7月幾係佢哋
可以話收割嘅日子，係一個可以話收割嘅日子係一個歡喜快樂啊！大家一齊彼此之間去學習、去照顧、去感恩。你睇下，有好多嘅意義。收割嘅時候，佢哋要彼此關懷照顧一啲記得係好被忽略嘅人，但係喺整個猶太嘅民族當中，要特別照顧佢哋。喺呢一個收割節、住棚節嘅日子，大家歡喜快樂，就真係好似我哋帶菜聚餐咁，大家一齊去分享帶菜聚餐咁，大家一齊去分享一個嘅喜樂。帶菜聚餐係我哋今日只不過係諗下，我煮一味可以食10幾20味，咁咪幾好啦。咁啊，帶菜聚餐你會諗團契嘅生活。帶菜聚餐有時睇下你帶咩菜，我就知道你嘅團契生活係點。你話帶菜聚餐都有咁有研究咩？牧師就會睇呢一樣嘢，你哋啊梗係諗住整一味出嚟大家食啦。我話咁細膩，你唔使擔心我咁細膩啊！我睇下大家放幾多心機落去。而家好似近年改善咗，開頭我覺得好似大家淨係帶雞嚟嘅，好似個個因為雞最平，咁咧，哇乜雞都有，乜雞都有，諗盡辦法揾，無論清蒸白切燒雞。哇！我成堆都係10幾20碟都係雞嘅喂，咁啊仲有啲我去嗰個教會，我好似講過俾你聽啦，食即係帶雞翼，唔知豉油雞翼，只有雞翼尖同埋嗰個鎚，只有雞翼尖同埋嗰個鎚，咁中間嗰個最滑嗰橛，即係扁嗰橛咧，去咗邊咧？咁我啊偷偷啲問牧師，我話乜呢碟咁得意㗎？點有雞翼尖同埋雞翼嗰個鎚啊？咁中間嗰扁嗰個。嗰個好滑㗎嘛，嗰個比較滑啊！佢話咧嗰個即係會友啊，中意食最滑嗰份，佢全部留翻晒俾個仔嚟㗎。咁咧，於是咧雞翼尖同埋個雞翼嘅鎚咧，就帶嚟俾會友食啊！哇！我諗下死啦，原來住棚節嘅喜慶咁樣對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你話冇嘢好食嘅，淨係啲人你話冇嘢好食嘅，淨係哇邊有我哋咁多花款㗎？無論點樣，原來嗰個住棚節係俾大家一齊歡聚去慶祝一個慶典嚟嘅。原來今日喺一個我哋話禧年典，去可以話感謝上帝俾賜予嘅。好特別喺呢一段嘅經歷當中，神嘅律法就係咁樣去宣告出嚟。以後約書亞睇下將律法上嘅祝福咒詛嘅話，照住律法不斷嘅去教導，一個宣讀喺眾人面前提醒佢哋。第三，招聚佢哋嘅男女孩子，並且城裏寄居，使佢哋聽，使佢哋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守遵行律法一切嘅話。聽完唔行，係我哋今日好大嘅我哋話信仰嘅危機。聽，我哋基督徒真係聽得太多，好多時候真係有時我做咗幾十年牧師啊，講道又講咗幾十年，對住嘅會友，每一次我好少我一生只係正式嘅牧養，只有3個教會，10年喺香港嘅教會冇變過。好啦，跟住美國喺 Cleveland 教會16年又冇變過。好啦，嚟到第3個正道堂，3個正道堂10年仲未變嚇，唔知明年仲有冇即係炒，咁咪冇啦，咁啊10年啦，11年啦，咁啊完結啊！每一年做咗咁長嘅時間嗱，所以有好多牧師做3兩年就要走人嘅，唔知點解。好多時候咧，我聽過咧，即係你知道美國嘅統計啊，所有嘅牧師咧，一般嘅平均能夠喺個教會咧就3年嘅啫。
最叻嗰個去到5年，哇！咁我咪諗下自己咪幾叻，我喺度都10年，即係年啦，喺度侍奉咗10年，哎呀真係侍奉咗10年，點解會咁艱難嘅咧？有時候真係可能牧師嘅挫敗感，就係你差唔多成日都喺台上講完之後望落去弟兄姊妹，你講台上講完之後望落去弟兄姊妹，你講嘅全部係聖經裏面說話，但係睇弟兄姊妹聽咗幾多啊？我唔係一定要你記得我第一次講禧年嘅第一個主題乜嘢，但係喺生命裏邊行咗幾多出嚟，我相信呢一個係。所以如果你經唔起挫敗感，你真係考慮下值唔值得做牧師。個挫敗感就係聽，你話唔識啊？個個都識㗎。有時我聽你哋帶查經班啊，一啲喺查經裏邊噏啲嘢，哇，好犀利㗎喎！有啲嘢我都未諗過㗎喎，真係唔錯喎！有啲嘢我都未諗過㗎喎，真係唔錯喎！我自己心裏邊都好佩服你哋。但係有啲時候諗下，生命裏邊行咗幾多出嚟？以色列人嘅律法，佢哋好着重嗰種謹守遵行。對有啲以色列人講緊啦，過分晒俾到耶穌嘅時候變咗法利賽人，大家都記得啦，係咪？整咗一堆嘢出嚟，有姿勢就冇實際，講可以講到乜嘢，祈禱可以一日5次，但係主耶穌對住呢一班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卻係哇！有時候你覺得耶穌哇咁樣鬧人嘅，呢個有禍了，咁樣嘅人有禍了，咁樣嘅有禍了。但係有時諗下耶穌嘅 frustration， 好似今日做牧師嘅 frustration， 係咪真係呢？以色列人整個嘅律法嘅遵行真係好重視，因為佢知道敬畏神係有啊，佢哋敬畏神嘅。你話佢唔敬畏神？但係遵行神卻係分咗家，竟然以色列人敬畏神，的確佢知道整個嘅民族，係因為神嘅建立，佢哋只有今日。但係遵行神嘅說話，卻好似另外一回事。今日我哋信仰嘅生命可以係點樣？呢一個好值得真係我哋去思想。約書亞已經話咗，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相信呢個亨通順利嘅意思，唔係話真係乜嘢都通順又發財，好似人拜神咁嗰啲。以色列嘅民族經歷咗好多嘅苦難一樣，亡國，大家記得吓，猶大、以色列相繼亡國，亡國之後，上帝卻係將佢亡國呢一段背後，其實我有時諗下，乜嘢叫做亨通，乜嘢叫做順利？事情冇改變，大家都知道改變嘅係我哋嘅心。臨到我哋身上嘅環境可以一樣好險阻、好困難，但係時時帶住感恩，仍然有喜樂、有仰望，卻係我哋嘅態度。生命一樣可以好困苦，但係知道神賜予知足，總係可以過得好充足。呢一段說話裏邊，使佢哋未曾曉得律法嘅兒女得以聽見，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教育我哋嘅。所以我話咁多年做牧師，我仍然未灰心未失望，因為我覺得我仍然要教導落去，仍然要將聖經一路教導。儘管知道我哋嘅弟兄姊妹當中有聽嘅，或者行唔出嚟，但係我仍然唔灰心，仍然要教導落去，因為教導我哋嘅兒女子子孫孫去學習敬畏，卻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傳道人嘅呼召。所以我相信當時
摩西準備咗呢一切從神裏邊嘅律法，佢要教導下一代，讓佢哋學習去，以至到喺佢哋過咗約旦河要得為業之地存活嘅日子，神應許俾佢哋嘅呢一個應許之地，俾佢哋以後世世代代生活落去呢一個嘅地方，學習咗律法之後就好好嘅去跟住咗律法之後就好好嘅去跟住律法裏邊所去行，行得幾多？我相信喺以色列嘅民族歷史裏邊，俾我哋知道真係世世代代只有盡力去做。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作為信徒一個嘅挑戰。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作為信徒一個嘅挑戰。聖經嘅說話俾我哋不斷嘅教導，不斷嘅學習。你自己諗下，你嚟教會或者信咗主幾多十年？個個都以十年計啊，想唔知幾多十年計。你嘅心真係喺神嘅話語裏邊去跟住佢行落去，其實係咪今日仍然好似喺度爭緊邊個作主？邊個喺你生命當中掌管你嘅人生？真係好似兩公婆鬧交咁，單係對錯，有啲小事我哋只係覺得我要作主。我相信上帝嘅律法提醒我哋乜嘢係神嘅絕對嘅主權。喺神嘅主權當中，我哋存活嘅人，讓我哋記得申命記裏邊提過所警教嘅，你哋嘅放喺心上，吩咐你哋嘅子孫謹守遵行律法上面嘅說話。我相信呢一個係猶太嘅好重視，亦都係今日我哋信徒要記得嘅事。點樣寫出律法、宣告律法、遵行律法、教導律法？我盼望呢一段經文唔單止喺以色列人嘅整個嘅祖先，特別喺我哋今日嘅我哋思想嘅第二個主題，關於神嘅主權。我哋低頭祈禱。神你嘅說話就係權柄，主，我哋願意喺你自己嘅話語裏邊跟從你。神啊，多少時候我哋自己內心都靠住我哋自己嘅情慾嚟作主，多少時候我哋自己就放縱我哋自己，冇跟從神嘅說話。求你赦免，俾我哋真係求你赦免，俾我哋真係思想到我哋點樣生命當中跟住神你自己俾我哋嘅話語去行，真係切實嘅去行。求主俾我哋力量，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